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伫主日的时阵做伙来敬拜上帝。伊讲爱停止战争，承认我是上帝。我伫万国受尊重，我伫地上受敬奉。这时，请咱三甲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57首，圣诗第57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掌管人类活命甲历史的主宰，阮的上帝。当阮大家搁一遍来到你面前的时，阮的心充满感激甲欢喜。因为阮有这款的福气甲信仰，来成做你所救赎恩典的囝儿。你不但用疼甲怜悯来接纳阮，也用公义甲平等的教示来叫醒阮麻痹的心灵，互阮对神来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慈悲的天父，我要感谢你赏赐这块美丽的岛屿台湾，互阮。伫过去，阮有济祖先先辈为着争取民主甲自由，因流血、坐监、逃亡去到伫国外，家庭分离四散，甚至有人丧失性命。才有今日自由、民主、繁荣的台湾。阮珍惜这款的福分，听阮的天父，伫即摆民意代表的选举，你互济人受到支持的当选，但是阮也有人心内所支持的却落选来伤心。
恳求你圣化这个结果，来成做阮安慰甲鼓励的开力，或者会当选的人无未记得起初的热情甲决志，伫要过来的日子，无受到金钱甲利益的引诱，真因的职责讲出人民的心声，体贴百姓的艰苦。同时，也互全国的人民会当放落选举中的基情、怨恨，甲族群中间的对立的心结，互阮大家用听甲宽容，做伙来起造一个和谐、进步、阁有公义的社会。恩典满满的主上帝，今日是感恩节主日。我要通过这个节日，搁一摆来表明阮对你的感恩甲祝福。特别，我要感谢你找见带主任牧师来伫阮中间，带领牧师团、中级甲所有的会友，照以宣教的计划，为着福音的事工，日日来迈进。阮也要感谢你。互少年教会有机会参与社会服务事工，设立3支老人福利园区，新增的日间照顾甲幼儿园，互这个机构通过服务，成做宣扬福音的出口，引带侪人来认捌归向你。阮大家也要负起宣教的使命，伫普通的每一日，用实际的行动来听人、帮助人、扶持人，通报答你对阮的听。求主你加添福气伫阮的生活甲工作的顶面，互阮更较有机会来感谢你，通得到你加倍的祝福。慈悲怜悯的上帝，愿集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倒伫病床；有人心神软弱，失去愿望；也有人亲人死失，心内悲伤。求你照阮无共款的需要，来医治、安慰、补足阮的欠缺。互阮大家拢伫你的祝福内面，通得到满足甲平安。阮安尼祈祷无够野，要坐声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坐声安尼来讲。阮伫天的爸。这是请咱来交托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2篇，圣诗后面33页。我的心神啊，你着俄勒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俄勒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
用好米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冬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官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行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了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了耶和华。这时，请咱继续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21首美，圣诗21首美，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咱起立来吟诗。请坐。这是圣乐队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是感谢上帝。因的歌词伫九部第8页。
感谢圣国对用真优美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咱将所有的荣耀归乎上帝。这是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旧约圣经撒母耳上卷第30章第1节到第8节。撒母耳上卷30章第1节到第8节。现在中文译本是354页，台语汉语本326页。撒母耳上卷30章第1节，2日后，大卫带伊的部下转去到西吉勒，亚玛力人已经侵入犹大南平，进入西吉勒。因烧毁城镇，甲所有的妇人人，无论贵贱，拢掠走，只是无犹太人。因走的时，甲所有的人拢带走。大卫甲伊的部下一到，发现城受烧毁，因的某囝儿女拢受带走，就放声大哭。哭甲无气力，大卫的2个某，阿希乱甲阿比该也受掠走。即马大卫陷入困境，因为伊的部下失去儿女，拢非常的伤心，就威胁大卫，要用石头拍死伊。但上主伊的上帝予伊勇气。大卫对阿希米勒的囝阿比亚他祭司讲：“甲以弗得带来遮。”阿比亚他照伊的吩咐去做。大卫求问上主：“我是毋是应该去追逐遐个侵略者？我敢捉因会着吗？”上主回答：“你赶紧去捉，你一定会当捉着。”并且救回受掠去的人。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今早起，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勇敢突破困境，勇敢突破困境。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经历昨昏的选举，我相信有的人因为支持的候选人有当选，心内真欢喜、真感谢。可能也有人真失望，昨下暗真歹困，认为讲家己的电视的迄个设置敢是有出了问题，无法度接受。咱总是牧师期待咱继续为台湾祈祷。咱台湾爱继续维持民主自由的国度，这是合上帝的心意。咱爱持续来关心台湾的各种改革的代志。毋望讲伫咱共同的关心下面，咱台湾会当更较进步，更较合上帝的心意。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勇敢突破困境”。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找见真理的神运行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赏赐阮信心甲快乐。会通将你的话实行出来，阮伫人生的每一个段落，拢会当因为顺境献上阮的感谢，也伫逆境中间，我靠上帝来超越挑战。
阮伫一世人的过程中间，拢因为甲主同在，来享受主所享受一切的恩惠。主，阮即时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毋是拢一帆风顺，有时阵嘛会拄着一寡突然间来临的意外。有时咱所有想的代志，甲咱所甲事实发生的代志无共款。可能有时咱寄望一个真好的机会会临到，但是无想到完全落空。也是有真侪人真拍拼，期待会当成功，但总是有时阵咱真认真所付出的，那亲像流水相共消失。生命中间有真侪代志袂当完全照咱的心意去行。当这一切突然间临在伫咱的中间发生的代志，你命去反应，命去面对。咱敢毋通用勇敢的心去突破咱生命中间的困境？这是咱今仔日要透过经文来学习的功课。今仔日的经文是延续顶礼拜咱所读的。顶礼拜牧师有讲到大卫甲扫罗中间的故事。大卫得到一个真好的机会，会当除掉咧迫害伊的扫罗王，但是伊敬畏上帝，伊怜悯扫罗，所以伊选择赦免。了后，咱发觉到扫罗因为安尼后悔，就决断无搁再追杀大卫。但是对大卫来看，伊心中嘛会烦恼，讲扫罗王敢会突然间反悔，搁继续来伤害伊。所以大卫就带着伊的部下60个人，去到非利士的所在，去投奔一个加特王，叫做亚吉。伊为着这亚吉王来征战，后来亚吉王通过诡辩了，伊真信任大卫，甚至将一个城叫做西吉拉，这个城送予大卫，互大卫会当甲伊军队的人会当伫这个城内底安置因的一切。有一遍，这亚吉王甲几个非利士的首领，因打算要去攻打以色列。照理讲，因为大卫真够相战，所以伊就要做伙去甲因做伙相战。但是除了亚吉王以外，其他的首领看到大卫讲这是一个希伯来人，伊是以色列人，咱即摆要去拍以色列，那万一这个人若做内奸，到时咱安尼内外拢会拄着攻击惊讲伊心中突然间反悔，倒转来攻击咱，安尼咱就这非利士人就无信任大卫。虽然亚吉王真信任大卫，但是伊嘛是讲既然阮这个同伴拢无信任你，所以你就莫甲阮去征战，转去西吉拉这个城。无想到，当大卫甲伊的600个部下，转去到这个西吉拉的时阵，发觉讲，伫因无伫的这段时间，这亚玛力人已经攻击伊的城，规个城用火来烧掉，城内所有的这妇女甲囡仔，完全拢被掠走。虽然因无杀一个人，但是全部拢被因掠走。这个时阵大卫甲伊的军队的人对这款的代志因嘛毋知要安怎，就放声大哭，一直哭甲无气力。这个时阵大卫阁拄着另外一个危机，就是军队以及600个勇士大家拢开始怨恨大卫，指责大卫啦，讲因为你错误的判断，所以咱完全拢离开这个城，煞互阮的亲人、阮的囡仔完全拢被掠去。所以甚至这个人圣经讲，因要提石头来顶大卫，要来大卫拍死。所以咱看起来大卫经历一个真悲惨的意外，突然间完全啥物话拢失去，差不多是说到家破人亡啊！咱能想象大卫的处境，伊家己的伊2个某拢用掠去，部下对伊生气，甚至提石头要来拍死。那华语讲叫做众叛亲离啊，深深陷入苦境
这应该比选举选书较艰苦。面临这个上界悲伤的时阵，咱看大笔安怎去面对？咱看大笔安怎去面对这款的情形？吼，好，咱继续来看吼。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中间所讲，大笔用3个阶段、3个步骤来面对这个困境，来突破这个困境。第一项吼，咱看见大笔第一项就是大声哭，大声哭。圣经中间安尼记载讲，大笔甲军队的人就放声大哭，哭甲气力拢无，一直哭甲无气力。咱照理讲吼，咱一般传统来讲吼，拢鼓励咱毋通爱勇敢，就毋通哭，对无？特别吼是咱做查甫人吼，实是较艰苦啦。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吼，我若甲阮小妹出去佚佗吼，阮小妹跋倒吼，我伫遐哭吼，阮妈妈就过来抱的吼，来呼呼的吼，佫有诶爸母会去占迄个涂骹吼，讲你开互阮查某囝跋倒吼，但是查甫囝跋倒吼，讲你遐勇敢袂当哭，足疼佫袂当哭吼。实际上咱传统拢讲甲咱爱勇敢毋通哭，但实际上吼，咱来理解。啼哭吼，是表明咱伫上帝面前，咱真正的心意。咱表明咱伫这困境中间，咱真正需要上帝。所以啼哭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真正无啥物毋好。圣经中间上帝的一节叫做耶稣流目屎，即人讲耶稣伊嘛会当伫适当的时间去表达伊的情绪。所以，咱伫悲伤的时阵，千万毋通过头压制家己的情绪。咱应该借着祈祷，借着啼哭，将咱的苦情甲上帝讲，上帝得到怜悯。常常伫即个礼拜的时阵，有时阵我看咱家己咧吟诗的时阵，有一个人受诗歌的感动，伊就流目屎；有时阵是圣歌队咧献诗的时阵。讲到伊家己心肝的代志的时阵，伊就流目屎。我看到这个人咧流目屎的时阵，牧师就知影讲上帝这个时阵都在医治伊。我嘛捌看过有人伫祈祷的时阵流着目屎，上帝讲出伊心内的忧愁。我深信这款真心的交托，这款的祈祷，的确受上帝的垂听。但是，咱伫悲伤咧啼哭的过程中间，咱嘛爱明白，适当的发泄是真好，但是过头的悲伤对咱真毋好。所以咱接续看大笔第二步，伫啼哭了，第二步伊安怎面对这个困境？圣经中间安尼讲，大笔却倚靠耶和华伊的上帝，心内坚固。这是和合本的圣经。大笔倚靠上帝。伊心内得到坚固，伫啼哭了，伊知影啼哭永远啼哭无路用，无法度帮助伊解决目前的困境嘛。所以伊需要坚强起来，伊选择倚靠上帝，心内得到坚固。这句话互咱几个真重要的提醒：咱要得到坚固吼，咱的第一项，咱爱去找一个。会当，互人倚靠，迄个真稳固的根基啦。咱来找一个稳固的根基来投靠。咱拄着大风大影，咱若无迄个物件，互咱掠掉的，咱真有可能受即个大影夹去，受即个风吹去。我有一遍我伫读大学的时阵，有一遍暑假，我去垦丁的所在，去海边佚佗。迄站拄好，风台拄打过，所以海边的风影也真大啦我就想讲，我会晓游水袂惊看到更远海内底有几个人迄是迄当地的人因伫遐咧游水我就想讲我若游过遐个人看到我游过是因捌的人，因就问我讲，你会晓游水袂？我讲我会晓伊讲即摆风影足大，你会
特别细腻啦吼。啊，咱这封印吼有一个誓吼，伊讲我若等下叫你吼进两三跳，你着爱对我跳吼，安尼咱会当顺迄个封印的迄个波浪吼，会当浮起来吼，安尼着无危险。啊，所以我着讲好好，你等下爱互我提醒吼。结果第一个迄个浪来吼，有若真大哦吼，啊，迄个人吼，伊着看迄个细面吼，伊着进两三跳，啊，我着对伊跳吼，啊，个人吼跳开了吼，迄个影带对我的头壳遮抹过，啊，我着人真属实无去互冲掉吼。我感觉我有一遍经验，就真感觉无啥物困难吼。结果吼，第二遍的时阵吼，伊进两三跳吼，伊跳起嚟的时阵较讲跳啦，吼。啊，我听着要跳的时阵已经袂赴啊吼，迄影来哇，规个人来我架起吼。你若想讲像我遐大重，我迄阵差不多要100公斤哦吼。规个人吼，竟然互迄影安尼一直架，伫迄影内底安尼架过来练哦，吼。啊，好佳哉吼，上帝怜悯啊！拄架了吼，都去到较浅的所在吼，我都好骹会当徛起来吼，徛起来了哇，赶紧爬起来吼。好佳哉无去互影架出去吼。啊，所以吼，通过这个经验，我就真实去了解讲，你较敖吼，你都无法度甲这大自然抵抗。你迄个时阵若无一项物件，互你掠掉，我都无边啊无啥物物件会当掠掉的吼。迄一种完全无能力靠家己的力量得脱吼，是上帝怜悯。啊，所以咱理解吼，咱伫这拄着大风影的时阵，咱爱赶紧去找一个稳固的根基来投靠。咱拄着困难，就是爱赶紧去找，找一个真稳固会当互咱倚靠的根基。圣经中讲，上界稳固的根基就是上帝。诗篇118篇的第89、第90咱讲，投靠耶和华，强过倚靠人；投靠耶和华，强过倚靠王子。王子是真有权柄、有气力的，但是上帝超过这的。所以，咱伫这个拄着困境的时阵，咱爱先去找到一个真稳固的根基。然后第二项，咱找到了，就爱真安吼，掠掉即个稳固的根基，才袂去冲走，才袂去吹走。好，亲像咧起厝的时阵吼，起厝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根基爱拍互真栽嘛吼。迄个地基爱深深钉入地下吼。啊，这根基钉好了吼，你起厝的时阵爱将即个厝的厝体吼，甲即个根基来爱来黏好真稳。真条吼，安尼即个厝就真稳固吼。啊，建筑物哪稳固，就是因为伊有紧紧的甲即个根基连做伙吼。啊，所以吼，咱来用出力吼，掠掉即个根基啦吼。圣经中讲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吼，你的正手扶持我吼。这紧紧跟随的意思来讲，揽真安呐，掠真条。啊，所以意思来讲吼，咱来完全投靠，投入即个上帝的怀抱中间，来掠掉，永远无要放开，这是真重要一件代志。然后，当咱不是安尼做的时阵吼，咱得理解讲，上帝是互咱会当完全倚靠的上帝。咱就哪来信靠伊？圣经咱教是讲，坚心倚靠上帝。你较保守伊10分平安，因为伊倚靠上帝。当咱拄着人生的风景的时阵，咱将上帝揽条，掠真安，咱会得到一个经验，就是咱发觉讲，咱投入伊的怀抱了，是遐尔安全，遐尔平安。有几遍的经验了，咱就会晓将圣神、欢迎圣神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来掌管，这叫做完全的倚靠。咱若甲上帝合做一体了，咱就当得到真实的平安。这是第二步，坚固家己是面对困境的一种真重要的方式。但是，伊只是面对困境的一部分，也毋是全部。如果咱倚靠上帝得到坚固了，
咱该爱进一步来突破困境。若要突破困境，就爱进入第三步，就是爱精进。精进才会当带咱完全离开困境。精进才会当带咱完全离开困境。因为大笔伫提考了，伊我靠上帝，互伊的心坚固，伊爱想伊后一步要安怎行。伊知影只有通过精进，才能夺回伊所失去的。但是咱来理解，其实大笔后一步要安怎行，伊家己嘛无真有把握。圣经讲伊我靠上帝心内坚固，伊也将伊的信心运用伫下一步。所以伊第一项代志，伊就是求问上帝。也就是讲，伊做代志无真匆忙。虽然伊知影爱赶紧去夺回伊所失去的，但总是伊爱先问上帝。所以伊对阿希米勒的囝祭司阿比亚他讲：“请你将以弗得摕过来。”啥物是以弗得？以弗得是主持献祭的大祭司所穿的圣袍的主要的部分。伊若亲像一个背心啦，有若类似咱咱咧主家的时阵咧穿的一个围裙安尼头前有一个肩带顶面有宝石刻雅各12个囝的名称表示大祭司咧献祭是代表以色列全部的12个支派。以弗得头前有一个胸牌内底缀2项物件，一个叫做乌灵，一个叫做透明。伫早时的时阵这是帮助祭司去追求上帝旨意的物件。也就是讲代表讲叫这个祭司阿比亚他将这以弗得摕过来，表明伊要追求上帝的心意。既然相反，当咱面对困境的时候，咱需要上帝引带。咱今日无搁用这乌灵甲透明来做咱追求上帝心意的方式。今仔日上帝互咱一个更较好的方式，就是咱会当透过祈祷。上帝互咱一项甲伊沟通、听伊的声、追求伊的心意的方式，就是祈祷。伊安静咱的心思，帮助咱用较无的心去追求伊的心意的时阵，上帝就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对咱讲话，互咱明白伊的心意。当然有人会讲，牧师啊，我伫祈祷中间，我可能有晓悟，我应该安怎做一个什么款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敢真正是上帝的心意？咱要安怎判断讲，这个决定是上帝的心意，也是咱的意思，伊就是其他的想法？所以有几项方式来帮助咱去做验证。第一项上介好的方式就是，咱经由上帝的话来做验证。就是讲，咱心中透过祈祷了，咱有一种想法的时阵，咱还透过圣经来帮助咱讲思考讲，这到底敢有符合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带领的原则甲圣经是一致的。简单讲，上帝的声音一定袂违背圣经的教示，伊的声音袂甲伊的话无共款。毋是讲咱拄着困难，咱就去献圣经讲上帝你要指示，毋是安尼。咱必须要透过长期研读圣经，来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价值。圣经互咱一寡大的原则，互咱去遵守。咱对安尼去体验，讲到底这敢是上帝的心意？举一个例来讲，圣经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咱爱去听厝边亲像家己。咱爱为着这需要的人，奉献咱本身做淡薄牺牲。如果咱今日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互咱得到利益，会去损害到别人的利益的时阵，这可能就毋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圣经互咱一个大原则，伊无可能伫每一个细节中间互咱指示，但是这个大原则会当互咱做决定的时阵，做咱的原则。所以当咱咧思考咱要做啥物款的决定，就是咱能透过圣经来做验证。第二项，就是如果是上帝的心意，咱照上帝的心意去行，咱的确会当充满喜乐甲平安。
牧师大家讲，这个平安毋是讲啊，咱做了就拢真顺遂哦，毋是安尼。有时咱会拄着困难，咱照上帝的心意做，嘛会拄着困难的。有时阵咱的组织、咱的团体要做改革的时阵，嘛会拄着一寡阻碍嘛。但总是咱咧进行这个代志的时阵，咱的心中会充满平安，因为圣经捌安尼应允，讲我听主上帝所讲的话。如果咱也无搁再行愚妄的道路，伊要赐平安，互伊家己的百姓。所以上帝信息、上帝的心意，会带互咱真大的平安甲喜乐。所以咱爱做一个分辨，咱行上帝的心意了，咱会感觉真平安。这是第二种验证的方式。第三种，就是当咱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了，咱会远远离开邪恶，会结出果子。诗篇第1篇第20到第30安尼对咱讲：有福气的人，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树叶也无孤单。既然伊所做一尽拢顺利，所以最后一种验证的方式就是：如果咱的体验是来自上帝的话，你一旦遵行的时阵，互你远远离开邪恶，而且结出丰盛的果子，带互你本身甲其他的人真大的祝福。最后咱看去着大卫，伊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鼓励伊向前去追回伊所失去的，所以伊就顺服上帝。伊清楚知影上帝指示了，伊就勇敢采取顺服的行动。最后，伊得到伊所失去的一切。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求问上帝了，咱嘛是照咱家己的意思去行。也是咱咧求问上帝过程中间，随上咱是仰望上帝来符合咱的想法来成就，这拢是无正确的态度。当咱知影咱确实知影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时阵，咱就爱顺服伊的旨意去行。有时阵上帝的旨意是真奇妙，譬如讲亚伯拉罕受呼召离开伊的家乡，也是讲约瑟被卖、被冤枉、被陷害。也是讲摩西生命中间的3个历程，伊对埃及的皇宫到旷野做牧者，后来被呼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般人看起来，因头前的路站拢是无确定，充满风险。但是因为因顺服上帝的心意，就得到出因意外的平安甲收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所看到的，暂时所看到的，是无顺利的状况，是一寡困境，是一寡挑战。但是，咱伫这困境中间，咱坚定咱的心志，倚靠上帝，然后追求上帝的心意，顺服伊的旨意的时阵，的确会当不断突破，甚至得到比你过去较济较大的稳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检猜你拄啊伫困境中间，可能找袂到头前的路站，但是专心专意倚靠上帝，得到坚固，求问上帝，明白上帝的心意，顺服上帝来突破困境，深信上帝伫你的困难甲患难中间，的确赐了真实的平安甲耶和华的恩惠。愿上帝赐福大家。也互咱台湾得到保守，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个人，互阮透过你的话，搁一遍得到激励。主啊，检查阮目前的状况是伫困境中间，是伫逆境中间，但总是阮确信，倚靠你，我们得到坚定。倚靠你，我们得到你的指示，引带头前的路站。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无因为伫困境中间就灰心累志，阮倒转倚靠上帝来得到突破。阮也将阮的心爱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
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就是请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88首，圣诗288首，爱听真光，大黑暗包围中。请咱起立来吟圣诗。请坐。这是要来准备奉献，要代表教会，请咱第一遍来还未填写留名卡的，请伫你的座位头前填写后，直接互奉献的执事，阮有机会来介绍你。这是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咱大家起立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逐日赏赐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无论是肉体灵者，也是生命的灵粮，阮拢得到养赐，也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养壮。即卖阮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财能献伫你的面前，求你甘纳。也恳求你圣神时常感动阮，来查劝阮，成做你好的器皿，荣耀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坐。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第一，本周特别事项。本主日为本会所定感恩节主日，互咱时常会晓思想主的恩典，日日分享主的慈爱，并且透过咱的奉献参与来支持教会所有的福音事工。第二，感恩节音乐发表会时间伫本主日下昼12点半开始，地点10楼的礼拜堂。节目爱甲管弦乐团、儿童特技班、儿童节奏班、双联幼儿园、小豆芽诗班、小西罗亚诗班甲儿童合唱团要做伙来表演，欢迎兄弟准时来10楼来参加这个音乐会。第三，敬乐旅游时间是11月27甲28，本周礼拜2甲礼拜3，地点清境农场日月潭九族文化村。已经报名的长者，请当日上午7点伫教会集合。教会有准备早顿，若设施有要浸温泉的，爱记得带游水衫甲游水帽啊，通好泡温泉。第四，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高瑞良兄弟的老母高州彩环姊妹，伫11月18日安歇主怀，定伫12月7日本周六下午1点半，伫第2殡仪馆真爱仪式举行入殓火化礼拜，另定伫12月7日下主日下午2点，伫教会的7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甲参加，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恭喜本会会友李永义兄弟、李王清兄弟的囝，甲王香婷姊妹伫12月7日本周六下午2点，伫教会的10楼礼拜堂要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全家。第5点，圣诞福音地会时间12月7日礼拜六
下午1点半到3点45，地点10楼礼拜堂，甲国教室，主题抛开忧郁，行往阳光，内容有见证分享，请各小组团结邀请无道友、新朋友来参加。报名请洽赵文辉甲谢盈盈干事。咱报名截止的日子是12月初2下主日为止。而且有一个补充报告，具体的关怀本会会友李英和兄弟的老母替普爸姊妹伫11月23安歇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接着咱来看周报的第6页，才有几项装备的课程，新的课程要开始，请咱注意来参加。装备课程第2项，袂使唔知的课程，时间是12月初5到26，拢总有4节课。伫每一周3的暗时7点半到9点，老师是刘建良长老，教室伫8楼802教室。第3点。台语读经班时间是伫每周2 AM 7点到9点，教室伫802教室，老师是杨新泽牧师甲林怡静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参加。以上安尼报告，这是请牧师来介绍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叫吴少斌、江杰宇夫妇，因全家伫咱的中间。好，要不要加哈？欢迎欢迎哈！好，欢迎请坐哈。还有陈娇婉姊妹伫咱的中间。好，伫顶面哈，伫顶面哈，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无介绍到，咱欢迎这兄弟哈。咱即个时阵来牧养代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大的恩典，就是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得到激励。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无论伫顺境逆境，拢会当倚靠你来得胜。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看顾阮中间，如果若有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有忧伤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用喜乐甲喜乐的人同喜乐，也甲悲伤的人同悲伤。阮才做一个疼的团契，互相扶持。阮特别感谢主，你有引出新的朋友，陈娇婉姊妹、甲吴小斌、江杰武因夫妇来到阮的中间。阮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因，互因得到主所赏赐一切恩典，身体心灵拢得到主的看顾保守，出入拢得到平安。阮将因的家庭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要来吟上咏514首，514首吟诗后，要请蔡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514首。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享受差遣。